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29，旧历的10月初2，礼拜二。台中大理有大学生汽油车弄死，一台白色的进口轿车弄到中兴大学骑奥多麦的学生，因为这个速度真紧，大学生是喷出去将近100公尺，失去着意识。这个驾驶落车了后，医师阁举手机啊，甲大学生来翕相，刷来是惊吓敲电话，了后是白里弄。大学生送病院救无转来。 轿车的车主互警方传唤到案，伊讲是朋友偷驶伊的车，也毋过警方是持保留的态度，继续咧追查。半暝2点外，白色轿车去弄到骑奥多麦的男大学生，因为车速有够紧，这个男大学生规人喷几10公尺，而且零件都甲满四件。从那个交叉路口到这边，摩托车在那边。 这个男大学生伫涂骹链几链爬袂起来，这个轿车的驾驶落车，敢若用手机啊伫翕这个男大学生，所以开始敲电话，安尼行来行去，有够着急。想不到无偌久尔，伊就决定用走的离开现场。肇事的跑掉了。对，我们看到说一个穿白色衣服就跑走了。就是我们有个软体，就是可以知道他在哪，只是他手机也就是显示不出来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我就。 车祸现场，这个男大学生的鞋啊、手机啊、目镜，落甲满四架。过路人发现了后，赶紧敲119救护车，不过送到病院了，急救嘛是无效。你看，已倒在地，在叫他，他没意识，然后我们就赶快报警叫救护车了。这台轿车车头弄歹了，玻璃嘛破去啊！警方找到车主，不过伊讲车毋是驶转来，伊讲半暝啉酒醉，是请朋友甲斗驶。 到我家，然后我上来家里面坐，对，然后我先进去洗澡，洗完澡出来抽根烟，睡了之后起来才发现车子就被他开这边给我这样子弄啊。被弄死的姓黄的男大学生是读中兴大学财经系3年级，伊的爸母听到消息，半暝就为桃园赶去台中，有够伤心。肇事驾驶到底是车主，还是这个穿白衫逃走的查甫人？ 敢是啉酒驶车出代志的，警方正咧追查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。